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6月，我係 Anna。天氣都唔穩定，落緊雨。我去咗葵涌廣場小食掃街，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欣賞咗位於葵芳 MTR 側邊嘅強記小食，要咗8蚊一串嘅燒賣同魚蛋，羊燒賣加咗辣油，煙韌好食。咖喱魚蛋咖喱汁夠香又夠爽彈。已經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呢，冇去掃街啦。今日好開心去葵涌廣場掃街。商場除咗食肆呢，仲有多處賣衫嘅地方。位於商場3樓呢間屯之大阪章魚燒，試下先。要咗35蚊嘅章魚燒，雙片加2蚊，要等5分鐘嘅。你睇幾多木魚絲？好夠熱嘅呢粒松葉蟹黃蟹膏章魚燒。味道呢係比較鹹，章魚粒都好多嘅，啱晒我咁重口味。超正啖大明太子章魚燒，帶少少微辣，都幾多章魚粒嘅，偏鹹，食落令人回味。台灣茶飲店萬波主打係賣冬瓜露、奶蓋等等。都試晒呢間出名嘅百味之王嘅撈冷麵，餸同埋麵呢都有多款款式。最少買22蚊4包。我今日要咗油麵、火腿、海蜇、雞絲。我係要微辣嘅，呢包係撈好嘅製成品。醬汁呢非常之惹味，麵條呢就好爽口彈牙，麵條非常好食。跟住喺魚尾之家呢買咗12蚊嘅大雞腎嚟回味一下。雞腎呢好夠腍。同埋呢，加咗呢個芥辣同埋甜醬，非常之惹味好食。好頸渴啊！喺鮮果園度買咗杯特價15蚊嘅芒果鮮奶嚟飲，十分之冰涼好飲，夏天最啱。跟住喺另一邊，喺呢間 Open Rice 獲得銅獎嘅宇治自家創作料理嗰度買咗細嘅30蚊涼拌魚皮試下。隔離賣日式梳芙梨嘅溝墊呢，同樣出色。涼拌魚皮呢，有清新爽甜嘅青瓜，充滿咗菜脯粒芝麻嘅辣混醬，配埋呢個冰冰涼涼爽脆嘅魚皮，好食。一邊同我講緊一個小魚嘅介紹片，好耐未食過咁新鮮嘅脆魚皮，配埋辣菜脯醬，相當頂癮。行返出去喺呢間 Bunny Choice 嗰度買咗18蚊嘅西班牙油條試下，點樣態度十分好，有個美食嘅餐牌。店員介紹要朱古力味，冇咁甜，裏邊好 creamy，外邊都好脆，四圍都佈滿咗夾公仔機。行到中間又有一大堆，行到另外一邊呢，就有呢間為食貓美食店。佢係賣台灣爪餅嘅，仲有隻好靚貓貓嘅圖片同各款美食嘅 menu。買咗31蚊嘅火腿雞蛋肉鬆手爪餅，外皮呢看得都好鬆脆，包住裏邊呢有番茄同埋生菜，味道呢清新好食。喺隔離呢間多星買咗個20蚊嘅韓式年糕。年糕呢都煙韌嘅，有好多芝麻，但係略嫌個醬呢個醬汁呢就比較甜啲，同埋係帶少少微辣。行過啲我哋去咗唯一麵家食下午茶，門口有3款必食推介。下午茶有多款選擇，價錢都唔貴，40零至50零蚊。叫咗45蚊嘅上海菜肉雲吞湯粗麵，係包一杯凍豆漿。上台好夠熱，雲吞好大粒，有3粒，雲吞皮呢就比較厚，韭菜同豬肉碎嘅比例適中，味道都好鮮甜。雪裏紅味道新鮮爽脆，上海麵麵質唔錯，煙韌爽口。湯又清淡，鍾意可以加啲豆瓣醬或者辣椒油嚟調味，會更加惹味。套餐加21蚊呢，就有推薦3隻呢個北京煎餃，顏色呢都煎得好香脆，火候呢控制得啱啱好，
亦都聞見好香。餡料韭菜同埋豬肉碎呢都夠新鮮嘅，味道就有啲偏淡。如果加埋豆瓣醬一齊食呢，就會更加惹味好食。仲有呢個20蚊嘅必食推介，馳名北京餡餅，傳統風味，韭菜同免治豬肉碎都夠新鮮，外皮呢炸得香脆之餘呢又夠鬆軟，裏面呢嘅韭菜同埋豬肉呢嘅調味呢又啱啱好。食飽飽啦，以下係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，係平靚正之選。三小姐話掛住孖寶車仔麵嗰個豬腸豬紅蘿蔔韭菜湯喎，31蚊碗，賣相好吸引。豬腸冇異味，腍滑好食，令人一試難忘。豬紅夠爽滑，蘿蔔超甜又夠新鮮，韭菜呢就新鮮爽口，連送嘅呢條魚肉都爽口彈牙。三小姐對呢個豬腸呢就情有獨鍾。本來想試下太豐酥嗰個20蚊嘅豬頸肉煎蛋飯，但係已經沽清。四小姐提議買呢個30蚊嘅泰式芒果糯米飯做甜品，加10蚊有呢個泰式蝦片，超好食。呢個泰式芒果都夠新鮮嘅，但係呢略嫌味道就太酸。糯米飯加咗甜椰漿都幾好食嘅，綠茶冇乜綠茶味，原味就 OK， 紫米呢都 OK 好食嘅。我哋睡完街之後呢，感到大滿足，行咗個新都會廣場，呢間再睡5分鐘，係賣台灣茶飲嘅，隔離有間壽司郎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